Unpacked，Let's go！早晨啊各位，我哋今日要返去塔什干啦。朝早退房之後就去咗 cafe 食嘢啦。大推呢一間叫 Bond 嘅 cafe 俾大家，佢勁有法國嘅感覺啊！叫咗2個早餐同2個甜品，真係好飽。跟住喺度一坐就係幾個鐘啦，要整理翻成個月嘅使費，真係整到我懷疑人生啊！救命啊！搞掂之後就去附近嘅4塔清真寺，佢曾經登上過孤獨星球中亞版封面。佢以4座帶有藍色圓頂嘅塔樓聞名，係中亞少見嘅建築風格。下一站就去咗布哈拉嘅中央市場，呢度絕對夠晒 local 啊！由蔬菜水果、香料、乾果到衣物、手工藝品、日用品，應有盡有啊！同市中心嘅遊客紀念品市場好唔同，呢度更貼近當地居民嘅日常生活。如果你想感受最地道嘅布哈拉日常，中央市場絕對係唔可以錯過嘅一站啊！行完之後，我哋又行返去市中心嗰邊，途經波羅豪茲清真寺，去門前嘅20根雕花木柱，係布哈拉清真寺建築入邊嘅經典元素。跟住又再途經琴日去過嘅地方，同駱駝玩咗一陣，佢真係好靚仔啊！個眼都好迷人啊！遇到一隻貓貓同埋一個小朋友，小朋友嘅外套同媽媽顏色一樣噶，真係勁 Q 啊！大家嚟欣賞下日落啦！呢度 handmade 嘅傳統手織品都真係好貴啊！行咗一陣小店鋪，發現呢度真係完完全全當遊客係水魚啊！本身想買啲手信，但最後都冇買到。翻去食飯啦，食完飯就出發火車站。我夜火車嘅，晚安啦各位，聽日見。